台。今日我哋會學習句式找來版族。喺圖書小豬不會飛入面，小豬看見不同動物。大家記得有什麼動物嗎？有長頸鹿、斑馬、大象、小鳥等等。大家記得小豬做了什麼嗎？小豬找來不同物件扮作不同動物。例如，小豬找來木條扮作長頸鹿，小豬找來顏料扮作斑馬，小豬找來羽毛扮作小鳥。萬聖節時，大家會扮作什麼？黃老師找來警官扮作公主，我找來帽子扮作警察，溫老師找來斗篷扮作小紅帽，壞美嫻找來手箍扮作小魔怪。大家也可以回想萬聖節扮作了什麼，運用句式找來扮作造句。下次再見。